古道青稞绿，高原杏花香，最美是人间四月天。位于藏东高原的洛龙县峨溪乡，被称为高原杏都。孟夏之时，在壮美的怒江大峡谷里，峨溪杏花朴实而热烈地绽放。怒江之畔，田野之中，山丘之间，杏花在枝头摇曳，展现着优美的身姿。来峨溪吧，缕缕这里如雪绽放的高原杏花。来峨溪吧，让我们一同感受最美人间四月天。抖音。